今個禮拜舊金山 Human X AI 大會，成千科技人湊埋一堂，討論 Agentic AI 點樣改變商業運作。呢啲代理 AI 已經自動化好多商業同編程任務，各行各業都開始用，主要靠聊天機械人嚟實現。會場到處講 Claude，Anthropic 被點名好多次，ChatGPT 就少有聽聞。有供應商直認，佢哋團隊大量用 Claude，覺得 ChatGPT 同 OpenAI 已經走下坡啦。OpenAI 最近用到$122億，即將 IPO， 但領導地位好似動搖咗。上個月佢哋放棄 Sora AI 影片生成器同埋一啲爭議項目，轉專注商業同編程服務。紐約客文章質疑 CEO Sam Altman 可信度，加上同特朗普政府合作，仲喺 ChatGPT 注入廣告，負面新聞好多。大會有場討論 ，OpenAI 董事會主席 Bret Taylor 幫 Altman 講好話，話佢係全球最顯眼領袖，話批評者好嘈鬧。但係 Altman 極其出色，佢信任 Altman 品格。呢啲爭議令 OpenAI 顯得被動，收入同影響力雖然同 Anthropic 旗鼓相當。華爾街日報話兩間係科技史上增長最快企業 ，Anthropic 喺商業用戶度正迎頭趕上。今個禮拜 OpenAI 推新訂閱，每月$100，大幅提升 Codex 編程工具存取，搶 Claude Code 用戶。大會 CTO 話。科技景觀變化好快，每月甚至每日都有新嘢。過去一年用輔助編程工具，數月內 Agentic AI 就徹底轉變晒。公司外包工作比自動化助手嘅速度令人意外，全都喺短時間內發生。OpenAI 仲頂得住唔頂得住？你哋點睇？